新北市邦桥的文德国小有举办母语活动，邀请通拖专家用台语来替囡仔了解通拖的生态甲性地，透过互囡仔摸、互囡仔看去接触，囡仔真简单就甲这通拖的台语名拢记起来啊！有敢若加刀的，这都一定是共的，因都叫做真阿姑，因为头前这两支都敢若加刀共款，刷落来都是这两只，这是鹿角菇，伊共款都是敢若公的有公尔，公的角你会当注意看，都是亲像鹿角共款。原来花语锹形虫的台语号做真阿菇，也那独角仙的台语是鹿角菇，因的幼虫拢号做鸡母虫。新北市邦桥文德国小的母语系列活动，邀请昆虫专家林雅莹来上台语的生物课。伊讲备课过程当中，上困难的是爱为较少看到的通拖号名做小解。较少看到的，也是讲即马已经无去的物件，你即马要家讲伊的台语名都较困难，甚至是讲有的是外国来的，迄个虫你都爱家己号一个台语名，迄嘛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。气膜糖并不会牙中的有啥物？中间有一个什么？蛹叫做蛹。就是用，所以只要它有一个用的过程，它就是完全变态，完全变态。除了小解通拖的台语名以外，林雅莹阁将这个通拖生态甲脾气讲互囡仔知影。伊表示，对标本开始互囡仔学习接触通拖，才通互因较紧进入状况。3AN，用，高兄。敢若足趣味呗，好势，足趣味的。原本对通拖感觉生分，课程上到最后，小朋友已经有兴趣要望看卖，嘛愿意用台语向别人分享。记者麦上因曾俊佑台北报道。